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今個星期嘅時事平台。嗱，國會就已經重開啦。今晚節目當中咧，我哋會一齊傾下卡尼政府咧喺國會內外咧近期所面對嘅挑戰㗎。節目開始之前咧，先介紹我哋今晚嘅6位嘉賓。我哋有嚟自溫哥華同埋多倫多嘅時事評論員，分別咧有董達成先生同埋咧有江大偉先生㗎。歡迎兩位。而各位觀眾咧，如果想參與我哋嘅時事熱話咧，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本台網站啦，www.fairchildtv.com， 咁點擊時事平台嘅橫額咧，就可以留言俾我哋噶啦。咁事不宜遲啦，我哋講一講下啦。我哋啱啱過去嘅一個星期咧，即引頸以待嘅國會下議院終於重開啦。咁一重開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執政自由黨卡尼上任嘅第一件事咧，一講就係呢個貨勞稅退稅，即係派糖啦。如果你嗰個收入係符合呢一個即係資格嘅範圍內咧，嚟緊呢一年咧又可以收多少少錢啦。另外咧亦都有提到關於提供糧食保障等等嘅。Ken 黨你自己又點睇？即係今次自由黨國會重開，即係呢一個咁樣嘅部署咧，即係一翻嚟就派糖，咁其實即係嗰個居心何在咧？咁當然係要爭取民意啦。但係咧呢個都實際嘅，因為咧如果我哋講以往咧工業轉型咧，好多時咧都會工人咧要轉行啊，甚至乎咧 lay off 失業。咁喺舊年咧2025咧，我哋都知道個關稅就嚟緊啦。咁當然喺自由貿易嘅裏邊咧嘅影響就仲唔係最大，但係咧喺鋼啊、鋁啊，我哋呢個軟木材啊，仲有其他嘅受到影響嘅咧，就已經係喺2025、2026咧開始呈現。咁今次同以往我哋講經濟轉型咧有所不同，就係話嗰個通脹咧都係累積咗咧年多呢邊，所以今日咧你話要係生活買日常嘅用品咧，價錢都高咗嘅。咁所以而家你見咧 Mark Carney 咧作為一個新嘅總理喺呢一個國會咧，佢一定要係做一啲功夫。咁以往咧都係我哋都話派糖派錢啊。咁呢一個 GST rebate 咧都好容易喺個機制度咧計到數咧，係點協助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咁我諗仲有一樣嘢會嚟咧，就係喺個 EI 啦。例如咧，我哋而家嚟緊講緊有啲汽車工人就會受到影響啦 lay off 啦。咁呢啲咧，我哋講喺 EI 咧點樣去喺個就業保險金呢個系統裏邊咧，就係作出呢個保險啦。但係我諗更重要，今次咧就係有計劃咧點協助不同省份、唔同行業咧一啲轉型啊。好多時我哋講教育例如咧係一啲post-secondary 或者職業訓練咧都會做。咁所以我會覺得咧，除咗喺呢一個GST rebate 之外咧，我相信嚟緊咧都會喺呢方面咧做啲嘢，同埋協助咧一啲中小企咧點樣去轉型咧，應付呢個經濟嘅環境嘅。而江 Sir， 你又會點分析呢一次自由黨派糖嘅措施呢？同埋最緊要嘅係今次反對黨又似乎冇乜阻撓，算唔算係意料之內嘅事？呢一次咧，我哋就會話咧，就睇見咧，就喺國會休會期間嘅時候咧，卡尼嘅馬不停蹄係全世界咁跑嘅。咁所以咧，就甚至咧係曾經俾呢個反對黨嘅黨領咧講過，你係咪周圍去遊埠啊？咁可以講咧，佢處理一個問題咧，就係希望喺國際上咧能夠為加拿大咧揾多啲即係商貿啊，建立新嘅商貿啊，投資機會等等。咁但係始終咧，作為一個加拿大嘅總理咧，你嘅選票或者有份選你嗰啲人咧，都係國內嘅公民。咁對於國內所公民佢哋嘅關心嘅事咧，你就唔可以唔理嘅，即係你都要要理佢哋嘅感受。咁而喺國內之中咧，佢揀到一個認為最重要、最直接要面對嘅問題咧，就可負擔性民生方面嘅議題啦。即係意思話咧，係生活上可負擔性。咁譬如話冇可負擔咧，係房屋嘅問題啦。咁但係而家房屋咧係走緊一個下坡嘅時候咧，可能唔需要直接回答。咁所以咧，佢就喺可負擔呢一個民生嘅問題上咧，就採取咗個貨勞稅有得退款啦，同埋將來喺糧食方面嘅補貼啊等等，即係希望解決咗個可負擔呢個問題。佢覺得呢個咧就係目前
喺國內所要面對最重要嘅課題。嗱，喺國會呢個戰場入邊，即係固之然忙碌啦嚇，但係其實咧國會以外咧，即係另一個嘅戰場咧，都相當之精彩嘅。嗱，我哋知道咧，卡尼早前喺呢個達沃斯論壇上面嘅言論咧嚇，都似乎為佢賺得唔少嘅掌聲。咁但係咧，轉頭就俾美國財長咧話佢同一個特朗普一通完電話之後咧，話就即刻即係要極力回收翻佢之前講過嘅嘢啦，又唔算數啦。咁但係卡尼當然亦都出翻嚟重新話唔係嘅，即係 I meant what I said 嘅嚇，我口講我心嘅咁樣樣咁。董達成，你又點睇咧？你覺得即係兩者個對即係嗰個對白有啲羅生門喎？你覺得你會信邊多啲咧？嗱，我諗呢個真係好好嘅問題。特朗普講一個故事，Mark Carney 講一個故事，咁啊兩個講嘅咧都係唔同方向一個講黑，一個講白。咁邊個信邊個多啲咧？咁我相信咧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睇法。但係如果你問我咧，我就會信 Mark Carney 咧講嘢嘅內容。嗱，我諗最重要就係睇呢一個情況。嗱，Mark Carney 過去幾個月咧已經好了解我哋今次關稅咧係傾到一個段落，而加拿大嘅策略咧就係要推廣我哋嘅市場去不同嘅地方，唔能夠擺所有蛋咧喺一個籃度。呢個好明顯就喺美國嘅嗰個貿易，咁我哋已經係做緊功夫。咁 Mark Carney 咧可以講今次喺達沃斯嘅演講咧，可以講係絕大部分嘅好評咧，尤其是係得到我哋西方嘅國家參與嘅咧，就係對支持同埋咧有同感。嗱，呢個最大嘅著墨。咁可以講咧就話Mark Carney 講加拿大會聯同其他國家咧喺呢方面嘅發展。嗱，呢啲咧最重要就係話當Donald Trump 聽完呢啲説話咧，初時都未有反應嘅，即係話你有你講啦咁樣。但係我諗咧喺一個大嘅反應咧，就係 Donald Trump 主動打電話同 Mark Carney 講咗半個鐘，咁裏邊講咗好多事情嘅。咁 Mark Carney 都講到咧，就係話我個態度咧就係同演講一致。嗱，之後咧 Donald Trump 就唔出面啦。當然佢有好多其他嘅政治原因。咁而家咧揾咗個財長咧就係出聲，就話 Mark Carney 咧就係反悔佢個演講。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大嘅不同。但係點樣要咁講去打擊 Mark Carney 嗰個信用咧？同埋點解要咁樣去製造一啲事端咧？當然喺Donald Trump 自己嘅做法咧有佢一個原因，但係 Mark Carney 咧最重要就係話即刻出嚟咧反應，堅持咧自己所講嘅嘢。嗱，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因為事實上咧 Donald Trump 作為我哋嘅對手咧，我哋已經係好認識到咧，我哋一定要企得好硬，同埋咧就係話我哋有個立場。令到我哋嘅計劃咧繼續進行先得。江 Sir， 你又點睇咧？你覺得即係卡尼而家呢一個話，似乎以一個無懼嘅姿態去面對呢個美國嘅巨人嘅時候，其實佢而家嘅言行同埋佢嗰個態度，你覺得即係合唔合適咧？嗱，佢呢一次嗰篇嘅論文咧就16-17分鐘啦，即係人哋都覺得可以傳世之作嘅。即係將來啲人咧都會係攞佢呢一篇咧攞嚟做範文嚟到解釋㗎。咁佢成篇文嘅結構嘅表達都係好嚴謹嘅。你可以攞文字版本嚟睇咧，你會發覺咧係一個即係出得街或者話甚至咧可以攞嚟傳頌嘅文章嚟㗎。但另一方面咧，特朗普講咗個幾鐘頭咧，其實係天花亂墜，一陣扯下東，一陣扯下西，一陣講下佢自己嘅個人意見。咁而卡尼咧就對現今世界作出一個好仔細嘅分析咗咧強國係利用咗貿易等等咧作為一個弱肉強食或者欺凌嘅手段。咁於是咧作為一個中等嘅國家啦，需要有啲咩應對嘅方法。咁所以咧，如果你話佢褪軚咧，褪邊樣咧？邊樣嘢佢會收翻佢嘅立場咧？佢嘅分析收翻立場咧，佢提出個方向收翻立場咧，究竟邊一點咧？其實根本係講唔到嘅。咁所以咧，我諗咧就其實我心入邊諗其實好易解決呢個問題，因為咧就你會睇到當
特朗普會反應嗰時，即刻會話：我哋而家要加稅加拿大啦100%，因為加拿大同中國做貿易。咁其實喺Carney 去中國傾咗大家之間嘅備忘錄，最初特朗普嘅反應 good 幾好啊，大家傾咗呢啲咁嘅立場。但係而家點解喺呢個達沃斯之後就即刻反面就話：喂，你同中國建立貿易咧就係犯規嘅。咁其實根據加美墨嘅協定入邊咧，只有其中一個成員國同另外一個非市場經濟嘅國家訂立咗自由貿易嘅協定先至叫犯規。但係如果訂立普通嘅雙方有稅有關稅嘅貿易決定係有㗎，美國都同中國有貿易決定啊。咁而家呢一次Carney咧同中國所定嘅都冇係犯咗呢個規啊。咁但係特朗普點解反應咁大咧？到撈尾又話要加100%嘅稅咧？咁其實好簡單嘅，呢個後生即係一個細路仔咁樣，當你編演詞，人哋又有全體起立讚賞，你又唔知講成點，咁之後咪好妒忌啊，唔開心啊，咁啊發爛渣咯。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嘅理解佢點解會有呢啲咁嘅反應，就因為自己得唔到或者個虛榮心啊，得唔到人哋嘅掌聲，得唔到人哋嘅盛讚，咁咪覺得咧就需要作出呢個反擊。咁就話譬如話提話加拿大咧係唔識得感恩嘅即係我哋其實資助加拿大咁多，有咩資助啫？我哋運啲平嘅打咗折扣嘅石油俾佢，即係有賣，雙方係即係好多雙贏嘅方案，有賣，有邊個話要感恩啫？嗱，我哋做即係傳媒嘅角色咧，當然一定係要咬文嚼字嘅。嗱，承托住翻頭先江 Sir 講嘅嗰個論點啦嚇，我哋知道即係特朗普話我哋加拿大因為咧同中國咧要做貿易，咁就要打我哋100%嘅關稅。咁而Carney咧亦都好快出嚟回應翻咧，就係話喂，我哋同中國係冇打算搞自由貿易協議嘅喎。嗱，前者特朗普咬住嘅係貿易，即係講緊 trade， 而後者咧Carney講緊嗰個咧係 free trade agreement 係自由貿易協議。嗱，兩者應該係唔同嘅嚇，即係而家唔係話講緊語言藝術，而係講緊兩樣唔同嘅嘢嚟㗎。即係董達成，你覺得即係咪其實而家呢一個情況，即係Carney係嚴格上嚟講係冇踩中 suppose 美國嗰條紅線，即係我哋係仍然會行而家呢一條即係經濟多元化、輸入中國電動車等嘅呢個方向咧？你點睇？嗱，我諗喺加拿大嘅立場咧，一定要跟我哋嗰個簽約精神嘅。咁而家特朗普咧喺整體國家層面咧，美國咧仍然咧 honour 認同咧呢一個我哋簽咗嘅自由貿易。咁我哋嚟到6月咧就會大家檢討嗱，但係喺呢一度好明顯同中國嗰49000架電動車咧，其實係喺較早前咧，我哋已經係有一個同意咧做開嘅。喺呢一個同加美墨自由貿易之下咧，已經有呢一個情況。咁最重要呢一個咧就唔係簽一個貿易嘅協議，呢一個只不過係備忘錄，仍然咧係依舊咧以往嘅做嘅方法，同埋呢啲咁嘅做法咧係冇違反任何以前嘅可以講嘅協議嗱。最重要呢個電話裏邊咧 ，Mark Carney 係解釋得好清楚。我相信咧喺電話中咧 ，Donald Trump 亦係同意大家講嘢嘅內容。但係點解收完線之後就會出口術講呢啲咁嘅説話咧？好明顯係反映咧 Donald Trump 係一個好小氣嘅人仲有就係話佢會盡任好多嘅力咧，就係搞亂我哋咧。加拿大呢方面咧，嗰個無論喺政策我哋嗰個信息咧，都令到咧我哋擔憂。嗱，我哋係轉換呢一個貿易嘅環境，呢個政策咧其實係恰當嘅。咁仲有就話嚟緊我哋做嘅嘢咧，亦係恰方向。我相信 Donald Trump 同埋佢嘅成員咧內 administration 咧都知道而家個變動咧將會影響佢哋將來咧對加拿大嘅嗰個影響力係削弱咗佢哋將來同我哋影響同埋談判嘅。咁出呢啲口述咧，好明顯係打亂我哋呢方面嘅資訊。但係我相信咧，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哋係可以解釋到同埋分析到我哋嘅策略咧，我相信我哋係可以應付到有餘嘅。
好，傾到呢度時候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啦，下一節翻嚟再繼續討論。大家好，歡迎翻返嚟時事平台。咁今晚節目當中咧，我哋有江大衛先生同埋董達成先生，唔同我哋傾下咧，近日國會重開之後咧，卡尼喺國會內外所面對嘅唔同嘅挑戰嘅。嗱，上一節咧就講到中國電動車啦，咁我哋知道咧，即係卡尼訪華之前咧，即係其中一個大聲講到明話嗱，你千祈唔好亂嚟啊嘅人物咧，就係我哋熟悉嘅安薩省長福特啦。咁但係卡尼究竟即係呢一個星期做咗啲咩魔法？點解可以令到即係福特可以同佢喺同一個記者會上面出現兩者拍晒膊頭，冇面阻不特止，仲可以令到福特對住個鏡頭即係交咗一句我哋係 Team Canada 嘅 soundbite 出嚟，即係講到明話即係舊事已過，而家都變成新的了。咁究竟卡尼係有啲乜嘢嘅即係把戲可以收服到福特咧？江 Sir 點睇？咁樣啦，就其實咧就嗱呢啲消息咧，根據我哋其實多倫多另外一個時事評論人啦，亦都係一個經濟學者咧，袁國雄博士嘅分析咧，就做個調查咧，就會發覺咧，安省咧就每年我哋製造大概120萬至130萬架車，其中只有10%咧係本地營銷，即係銷售嘅。咁而本地即係整個加拿大，每年咧係得10幾萬車係本地製造，而又銷俾本地嘅。即係換言之咧，加拿大每年需要超過100萬以上嘅汽車嘅入口咧，係嚟自美國啦、嚟自歐洲啦、嚟自日本係入口嘅。咁所以咧，就算嚟自中國咧有49000架電動車入口咧，都係只佔咗新車嘅入口量3%啫。咁呢個咧其實真係一個好細嘅數字。同埋另外咧，其實福特都知道我哋大家唔知你哋知唔知我哋安省嘅萬錦市就已經有中國製造嘅電動巴士已經喺度運行緊㗎啦，亦都有間電動即係中國嘅電動巴士嘅裝配廠喺度營運當中㗎啦。咁所以咧就其實我諗福特都要知道其實如果真係得49000架入嚟咧，其實嚴格嚟講，對於安省嘅工人咧唔會直接嘅影響，反而咧就上一個月咧就特朗普去到底特律，即係美國本來嘅總部啦，入邊咧嚟到係宣稱咧，就係話我哋美國咧就完全唔需要加拿大嘅汽車工業作為我哋嘅供應鏈嘅，所有嘅汽車製造業要搬翻去美國個國境。講完冇幾耐之後咧，就GM 啦，即係喺我哋加拿大其中一個即係美國嘅大通用公司就已經宣布咗啦，喺1月30即係星期五啦，宣布咗將會將第3班嘅人工咧係撤銷咗。換言之咧，將會導致1000名加國汽車裝配工人啦，同埋一啲供應商啦就會係失業嘅。咁所以咧就我諗福特而家睇到即係呢一邊咧就真係直情特朗普開句聲咧，通用已經有即時有行動，即刻有1000個安省嘅汽車工人失業。另一方面咧，如果中國真係有汽車運嚟咧，個影響咧係被好微對於安省嘅工人。咁所以咧喺面對一個其實咁嘅事實之中咧，佢亦都好難講就話唔俾中國汽車入境咧，就係成為咗對策嚟㗎。咁亦都冇錯嘅，啱啱對上個星期咧舉行完呢個全國省長會議咧，咁的而且確咧，即係所有省長咧都要歸位嘅。嗱，不過咧，即係講完即係頭先講完話，即係加中貿易啦講電動車咁樣啦。但係其實睇翻近期，即係加拿大其實對外都真係都好多嘅唔同嘅動作嗱，我哋見到即係我哋同印度簽咗呢個聯合聲明啦，加強能源方面嘅合作啦。同日本嗰方面咧又有呢個軍工企業合作啦。同南韓咧亦都簽咗 MOU 嘅。嗱，咁似乎即係目前呢一個卡尼嘅經濟多元化嘅呢一個成績表上邊咧，即係都叫做即係交到唔少嘅功課。董達成，你會點樣點評即係近期即係本國呢一個所謂即係國際多元化呢個經濟嘅路向？你覺得係咪即係一個正確嘅路去行咧？即係我哋都講咗咧，嗰個多元化同埋大家要合作係多啲國家。咁澳洲咧就會去啦，
咁仲有就係同南韓都簽咗一個備忘錄，就係南韓會喺加拿大就係做電車同埋電池。咁你見呢啲新嘅發展咧，都係陸續嚟，當然要時間啦。你唔會話今日打開你即刻開工啦。咁呢啲要部署啊同埋發展。咁你見咧呢啲咁嘅過程，無論係部署又好、設計又好、發展又好，一路去到開工生產咧，其實都係製造就業嘅。咁你見到個轉型咧，係將加拿大嗰個貿易咧真係多元化。咁所以以我哋嘅工人嘅技術咧，正話講到電車美國電車，但係做嗰個裝嵌汽車嘅發展呢啲咧其實已經加拿大以幾十年嘅經驗咧就係經驗老道嘅。咁所以同邊個國家合作咧都唔係一個大問題。我相信咧喺呢一個咁嘅轉捩點裏邊咧，其實除咗做翻以往熟悉嘅工業之外咧，對新嘅發展咧，我哋仲會多元化。咁我諗當然而家咧不同嘅西方國家咧都面對特朗普嘅關稅，大家面對呢一個轉型嘅挑戰。咁所以你話大家喺個轉動之中要夾時間咧，同埋要加速咧，都唔係一個即刻會見到功效嘅。咁所以大家咧起步咗之後咧，慢慢會成立咧。我相信咧加拿大嘅經濟嘅實力咧係一定會有好轉，追得翻晒嘅。剛才你又覺得我哋目前行緊嘅呢個方向，即係又係咪真係100%正確呢？嗱，好老實講，即係以無論你話用南韓又好、澳洲又好、印度又好，即係佢哋會點樣睇加拿大呢？嗱，老實講，我哋又唔係可以提供到最平嘅 labour。咁亦都唔係可以提供到最尖端嘅科技。我哋加拿大可以提供到嘅係一個穩健嘅政權同埋一個友善嘅態度。咁但係其實之外，其實都所剩無幾㗎咯喎。咁你自己覺得呢個經濟多元化嘅呢個路向，其實係咪可以叫做係即係 all in 嘅一個方向咧？嗱，因為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加拿大，即係如果我哋即係相信咧，即係我哋總理卡尼講，喂，過往依賴美國呢個時代已經過去嘛，冇得翻轉頭啦。你唔可以以為咧就美國譬如話換咗個總統啊，或者2-3年之後會翻返原形啊。我哋都會發覺，譬如好似汽車工業呢啲投資啊，甚至唔係講緊10年啊，係講緊20年或以上嘅投資嚟㗎。咁所以如果嗰個投資環境係唔確定嘅時候咧，就唔會有人嚟投資㗎。咁而家加拿大咧，其實而家咧亦都有日本咧就會話過會投資加拿大汽車工業，因為事實上係如果當美國嘅市場或者美國嘅投資環境唔確定嘅時候咧，其實加拿大呢方面咧係要話俾全世界人聽，我哋係一個好穩定、可預測嘅一個投資環境。其實好似特朗普突然間又宣布100% 嘅關稅啊等等咧，正正證實咗卡尼即係以前當佢去咗中國之後所講過嘅一句説話，就話其實中國係比美國更加 predictable。咁對於個投資者嚟講咧，如果個投資嘅環境唔係可以預測咧，係不穩定咧，係冇得投資嘅。咁所以咧就當然啦，我哋都明白，即係我哋話而家即係加拿大不嬲啊，過去幾十年啊，都係將我哋嘅依賴貿易咧係依靠美國，我哋70%以上係同美國做嘅貿易。咁咧就我哋要突然間將呢一艘行緊嘅航空母艦咧就調轉180度啦，係好困難嘅。咁究竟卡尼政府咧能唔能夠為我哋呢個呢個 middle power 中等實力嘅國家咧喺嚟緊嘅呢一年殺出一條血路咧？今年我哋仍然有待觀察。不過咧，今集嘅節目時間係咁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會。